平台天里，苦乐相随，湿血淡茶，甘雅品味。今朝啊，就该高兴，我呢得了我新搭档高博文来共同主持今朝的平台天里节目。那么来老师啊，今朝搿个一期节目你是啥个内容呢？今朝啊，要对大家介绍一段长达20年之久的一段情。这个两位老师20年磨一剑，操作了长篇台是小单关之师。哎呀，真是单关飘香，红遍大江南。对个。不但搿样子，还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啊！而且呢，你都道理满天下，学生子结结关关。那侬讲到道理满天下呢，我都要考考侬。哦，侬晓得周小秋老师今年高寿？今年85，搿是我亲生的。亲生的。搿么侬晓得周小秋老师最大的徒弟？今年高寿，你个徒弟我认得蛮多个，再大么种47头一点，这个啊，差班交关嘞。哪能？伊最大的徒弟今年侬晓得几岁？几岁啊？也是80几岁，还要80几岁啊？哎，伊拉师徒两个人排头三个兄弟道理吧？哦哟，搿是你学生子年纪岁到80几岁才有，真不得了。侬讲得对，道理满天下。对，你看，来老师啊，下来啊，你随来听一段。你个两位得意门生所表演一个小单关当中一只初位小单关。杜金啊，哎，杜金啊，听得见伐？你懂啥伐？等我来了，我来。哦，我来了。哎呦喂，老板啊，你杜青老早哇啦做啥了？哇啦，侬听见不啦？我听到了呀。你懂啥不啦？你都上2个，这边一个，那边一个。哎呀，西菜，你懂中国上2只，中国上2毛兵，为啥你都去上了外骨头了？想得出，你都什么要派用场的？哦，跟侬讲，早浪向起来叫侬中国有事体的，来外高。外高没得了。你不外高哪能骨子呢？用光了呀。用光不要买的呀。家里头穷没得钱。没钞票，我们哪能办法呢？拿眼盐吧。老板啊。是啊，杜青老早叫我下来点着你了，我忙得不得了哎，是吧？哎呦，快，侬懂啥么子了？我听老早叫侬们急，要带侬出去。出去啊？哎，到哪块去啊？到宁波。到宁波啊？哎喂，老板，现在你良心倒是蛮好的，想到带我出去白相相是吧？当白相了，西瓜关门上有了，屋里向没钞票。是的呀。外高买不起了。No。要开西瓜赚钞票没办法，这今朝准备带侬到宁波去看一个唱绍兴戏的姑娘。哦，看个小姑娘。对，看得好带到上海来开西瓜了。哦，懂伐？懂啊。那么我三头讲开西瓜老板，唱戏就说是硬。我是内行啊。哎，侬老早唱。我老早也唱戏啊。侬老早唱的是？我唱洋剧，那个水门金山白娘娘。你去记得有水门金山，跟侬总归内行。带侬要去割一割苗头。我带我去割苗头啊？割苗头会伐？我会啊。割苗头我接棒嘞，是吧？我上家下家里家往家左家右家我来家一跑。喂，啥来家一跑？苗头来家一跑，看一看好么就好，不好么就不好。来家一跑，样样割得准啊。是的，我随便啥事体都割得准的，就是一样割男人的苗头，割花边了。也是，总会傻傻句句等我的。中国眼睛张开了，嫁拨我，现在做老板娘，不要烦了。跑到外面去派头要大眼的。派头大，我不是老板娘啊，我没得钱。那搿种钱当侬随时要搞嘛去，没钞票非要讲出来，钞票我会得有的。哦，你有的。哎。哦。到流浪乡去准备2只皮箱。皮箱做啥啦？上海滩上老板到老板娘出去，行李也没，缩逼逼。这皮箱没得东西好放哎。随便啥么子，种随便啥放一个箱子，侬领的不人家不领的呀。哦，晓得了。人家一看上海滩上向下来，老板到老板娘2只皮箱，懂伐？哦。去。金伯伯到流浪乡。
你看嘛，不少海报啊，皮箱里向侪是空的呀。随便吧，上浪向剪子2块棉花胎，塞进去嘛，2只皮箱拎到下头。老板好了。皮箱来了。哎。你想放啥么子啊？棉花胎。棉花胎啥地方来的？上浪向捡下来2块啊。要4块才搿么夜里困觉哪能办呢？再绕起来。哎呦，碰上侬这个女人，我讲人家真的要完了。搿随便啥破个么子放一眼好了呀，几2块下来真的想得出个。箱子拨我一只。哦。等到外头去，这个箱子要自家拎。No。搿里向分量不对个。No。把人家拎了以后要拆穿饲养金啊。No。啥么子 ？No。啥个 no 啥不的？就是你们上海嘛叫哦，这英国人叫 yes， 日本人叫 hi。哎呀，做洋不洋，相不相，不要出来，好不啦？听这个2位学生这个表现啦，哦哟，真个佩服。学老师学得惟妙惟肖。那么我晓得我小辰光啦，这个辰光我8年还分进平台头了。收音机里听你读书啦，真的听得了功课也不做着，算迷着。侬讲得交关对。这部书啊，可以讲是老少咸宜雅俗共赏。对。伊不但吸引交关老听众，而且是年轻听众啊，纷纷吸引到书场里向来听你那一个说书。不过呢，我小辰光到现在一直有一个问题。这个题材啦是越剧的题材，还是讲一个越剧的女人？2位老师哪会改啥个个题材写一部长篇的呢？不晓得嘞。问我好了。哦，你也晓得个？我也不晓得个。你也不晓得么？搿点少了。我也好问人个呀。哦，你问啥人啊？问周小秋、刘明2位老师啊。可是2位老师讲起来本是有权威的。小丹官呢是越剧实践班之一，对个，广大观众非常熟悉的啊。那么，伊是历史上向一个真实的人物。那么，哪能会得想到用小丹官来作为那部新创作的长篇的主要人物呢？搿个辰光呢，改革开放下来，我和周老师一道辣说传统的长篇，是孟丽君和玉堂春。那么传统书呢蛮多的，搿所以搿书场里向呢做呢业务呢也不够平平。那么后来呢兴起了一个就是大家是看了金庸的小说啦，才写了武侠小说的长篇，像金华生的《屠龙刀》啊，生意非常好，可以讲是这个风靡江浙两省。哎，我说周老师啊，你也要弄一部这样的长篇武侠小说。你说里面武侠小说要开档啊，你也打得来，我打不来马上只好打完的。那么你写了一部《白衣女侠》，哎，搿《白衣女侠》呢，天天嘛女侠了，实在里向没不打，生意倒还不错。但是虽然搿部长篇出来了呢，我心里想，就想说，搿个总归是传统不像传统了，武侠小说不像武侠小说。我说周老师啊，你现在有这样好的机会，改革开放了，应该弄部好一眼的现代的长篇。对。昨天你平台讲是出西藏旗袍史，那么周老师讲，那是弄啥么子呢？要弄嘛要弄了好，而且弄出来个么子不能失败的。那么这个两家头研究啊，研究你蛮长辰光。我记得有趟子辣辣平湖演出，葛么呢，你辣辣说这个孟丽君得知玉堂春，哎，隔壁个剧场里向了人不得了。后来我晓得是浙江省小百花大奖赛。哦哟，10几里路外头乡下人侪来听绍兴戏。哎，我说周老师啊，哎，我记得好像越剧有10几妹的，10几妹里向有个小丹官，伊戏得非常苦恼，一个身世啦蛮悲惨的，也可以拿伊写成个长篇呢。周老师讲，你伊拉了事实上，搿个一眼眼的故事哪能可以写长篇呢？哎，我说不要紧的呀，有袁灵玉，有周琦，虽然讲小丹官个事体没像伊里头2位演员这样曲折，这样复杂。哎，我可以拿伊捏了一道嘛。唯有我说，我听说扬州有个小姑娘，伊欢喜唱洋剧，结果伊呢下了交关大的功夫，唱洋剧到上海大世界里唱戏，人家在排挤伊，一个同行极多，排挤伊登了上海五路口子回到乡下头去呢，结果就也是自杀了，跳舞死脱了。跟我讲搿个物事也可以拿事体侪捏了一道。周老师讲搿个倒可以啊，那么从平湖开始。你就是边写，我也胆子蛮大的，走上去就演了。一边演，夜里向下来对2人排书会写，一边演一边写，大概有的10只码头下来嘛，搿个书开始慢慢叫成功一部书了，开始立着了。是啊，一部新书的成功啦，就是要不断到码头浪向去打磨锤炼。哎，那么刘老师啊，听说侬在后来的编过程当中
还参与了不少个有趣的现象，侬是不是再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？有的呀，伊这个小单轨的长篇里向，我一面写一面演，一面修改再跟着讲内容。那么这个书呢，既要活泼，也要有噱头。而这个书呢，因为我也是刚刚写出来了，我也不够长，哪能办法呢？因为周老师的眼睛不是顶好，伊写呢不来事，那么伊没讲，我没写。哎，阿拉增加了一段啊，2个小角色。张春梅有学生子，一个叫杨斌的大兵。哎，我觉这个2个人啊可以唱回家调，而且2家头通风报信，就告诉张春梅外头有个男青年，小单轨了碰头。哎，搿段书写出来了，台上一走，哎，观众来得个接受。那么留下来呢，就请大家欣赏刘明老师当初以笔演唱的第一只段子。老队长，哪啥天接不灵光，得了？不灵光，哪后台天火烧了来这个小伙子，啊？年纪轻了，马上买好。后台来个小伙子啊！小伙子，我不是关照侬到大兵当我个算后台门口好的嘛？哪能进来个小伙子啊？一个不当时一个就只有对环境了嘛来没笑。这小伙子来啥体啊？搿小伙子啊，啊闲话是听不见的。啊！老弟子啊，来听我讲。老弟子，听我来十分明呀亮。我的来自一个陌生人，快眼讲。你貌相好个年纪轻，方面孔，大眼睛，身浪一身活上上木脚浪把个出在心。身老小哪呢？活上长，这个学生长，这个宝，根本是读大学的。不清爽，貌相蛮好，老早看见过吧？从来没看见过。马相好的，貌相比你老弟子好极好了。马相比我好。哎，我啥浪台湾？可是小伙子皮肤细吧，双眼皮啊，双眼皮的。双眼皮我3眼皮的了，来3眼皮比双眼皮结棍啊！哪能？马相好哪能？皮肤哪能好了？据说你到后台来了。啊，听说是你个同乡人，同乡人，听说。小单拐的同乡人，哎，来看小单拐的。哎，侬听见伊讲啥闲话啊？里头讲闲话的声音实在轻，我听啊听不见，看来不正经。老弟子啊，你亲自出马即可分明，你自家去看看。侬吃啥个饭？侬当啥个差？不讲啥个闲话没听到？闲话分听就好。啊，老弟子，哦，两家头吹得劲啊！哪能情法？这小伙子搿只手啊，搭了小单拐腰眼里，我亲眼看见。搿只手搭了小单拐腰眼里啊！哎，小单拐腰眼里只好我搭啊！搿出老你要来打，不认得个呀。闲话分听见，闲话听不清，两家头坐得比较近，辣我耳朵，辣耳朵，吹得搿么结劲啊！除脱搿只手，还有啥动作伐？还有哦，看见个啊，小伙子送拨小单拐一只金戒指。这个男人送拨小单拐一只金戒指啊！金戒指啊！到金戒指哪能样子个？大概送10万多。我4块才10万多吧10万多我看见过。看错，搿那都是熟头。啥个到了酒店子上里？到了酒店子上，我看个小伙子哪里到的？搿只戒指10万多的了。哎，侬看，老弟子，我不会骗你，啥辰光骗过呢？不可是，我亲眼看见到的小单拐酒店子了。有结棍啊！金戒指10万多，张春梅想搿个头面搿个男人大概蛮有实力个。哦，哎，除脱金戒指还有啥个动作伐？喂，闲话是听不见啊，看见一只动作。啥个动作？搿小伙子上对小单拐10万，小单拐上对个小伙子还是10万。那么老弟子，用2只指头子自家弯出来10万。违法嘛？那你外头跟子那么天宽才多，搿个2句话我看来看去看不懂，到底啥个意思啊？老弟子，你侬不懂了，我不晓得呀。我老头子才懂啊。看来他的老弟子，你晓得个？哎，这个么是叫啥懂不啦？啥？这个小伙子啊，哎，对单拐讲，哎，我想砸牢侬，砸牢侬，我要砸牢侬，砸狗头伐啦？哎，砸牢侬，哎，小单拐肯了，哎，让侬砸我，哎呦，
那么2个要叫扎得起了，晓得吧？哎呦，我来弄啥？这是叫侬看好门啊！带我去啊！那这个问题可好子啊！走，哎，这刘老师啊，那书当中不仅是塑造了小丹官形象，还塑造了个非常讨人欢喜的金宝宝的形象。那么这个形象是哪能会得创造出来的呢？讲起这个金宝宝，是我以这个整个小丹官当中的顶顶要紧的一个人。一个小丹官的长篇啦，可以讲是分3大专业，这个啥子？那我有3大专业了。这个呀，哎，第一个专业等于攻击专，伊拿这个诗啊要写出来，成功古诗。顶要紧的就是我塑造的金宝宝人物，搿金宝宝人物是第2专业。金宝宝搿个人物呢，实际上像是虚构的。那么虚构搿个人物呢，哎。社会浪向是有搿能介一个女人肯帮人家做事体，但是好事体的拢拢在做坏。侬讲伊懂伐？伊勿大懂；侬讲伊勿懂嘛，伊倒懂。你辣辣小丹官的张春兰当中啦，起了一个调和的作用。但是呢，金宝宝呢，辣整个一个小丹官当中啦，伊是个主要的人物，因为伊有的血的物事拨了观众。那么血呢是施众之宝，所以金宝宝搿个几何艺术的码头下来了，这个角色呢，辣这个观众当中呢，来老下头了，侪觉着搿金宝宝心地也是善良，搿个人呢又肯帮人家做事体，自家吃吃苦头呢，摆辣肚皮里向，伊也觉着无所谓。我只要好事体做成功，伊心里向交关开心，搿不叫助人为乐。伊呢有一种恻隐之心，肯帮拨人家忙。张春良努力没办法，你讲你不好吧，伊觉着伊倒不错；你讲你好吧，你爸妈唱我洋相，所以辰光恨不得要请伊吃生活。搿个一本书实际上是个悲剧，到最后呢，小丹官是死脱吃来说了。阿拉这个悲剧呢，现在戏说，周老师你讲对？是呀，悲剧戏说了，听听没悲个，拨了观众带来交关噱头，让伊拉大家呢不要伤心来去来听书。到书上来听书，主要是开心，听了书能够延年益寿。所以这个呢，几何艺术下来，金宝宝的角色呢，啪一列出来，你不断的改，不断的修改，不断的用，哪能样子的情况，我也拨了观众所欢喜。当然有交关么子是来自观众拨了我的材料。刘老师啊，搿么侬也晓得，除了这个用语言、用色标来塑造个人物之外呢，那个评价当中唱还蛮要紧的。对个呀，搿侬金宝宝身浪向，侬用何里一种唱个调头来塑造迭能个人物呢？伊个评弹有各种流派，像我平常辰光辣杀马丽君搭子玉堂春个辰光，我也唱各种流派，蓝调啊、绿调啊、江调、西调我侪唱。但是我说到小丹官了，我搿个金宝宝人物，我本人自家交关欢喜，我想一定要搿个人物现在立牢了，这个唱腔一定要把正，只能唱一个调头。搿么唱啥个调头，我和周老师要商量。第三个老法师呀，你字没法写个，我不要跟你商量。伊讲刘明啊，侬还是唱张调。但是呢，一个张调是铿锵有力，像是一个女的唱张调了，像是就不大好。我讲不要紧的，我张调唱得软弱一点，用女生的那个唱张调，唱得个女声调。哦，那么好，观众朋友们，下来啊，就请大家欣赏刘明老师用女张调演唱的《劝夫》。你
菊花吹。下面呢，再请大家来欣赏一段三代关当中选曲《便当金伯伯》。老板啊，侬家来了？回来了。哎，老这贵板，人呢？小店关辣楼上啊。辣楼上。哎，今朝单位外头出去过啊？出去过子呀，刚刚走来，话讲不难听，那哈老得力过人，没得。我侬想想清爽，单位外头到底出去过啊？想都不要想，讲出来说说，没得就是没得。眼望了一塌糊涂。哎，阿王来西个。没得。老板哪能打您了？打动啊！外滩公有。哦啊，太公有啊！才看到的。我才哪能出去过啊？金伯伯像模仿过这才看见了啦。不爱，南京站不征兵实据，小姐们回到屋里回来了问我呀，有可能拿自家会分看见了哈讲。金伯伯想搿么啥个？今朝我也帮三代官，我也商量3句话噻。搿么我辣盖搭10句话，楼浪向个三代官不晓得，乃长成为2几句话，努力海话来对得来海话飞扬，搿一弄臭板个呀。金伯伯想啥个？害得天气热，门了窗侪开了海。我喉咙记得搿点声音喊得响点都应对上去，还是第三代官下来，闲话一字一样的今朝搿桩事体，阿姨说躺躺平平，让我来撸撸脱，打定主意嘛。老板，哪能？我想着了是出去过的。侬这个朋友福建耳光了，侬想不着的。哎，现在吃了耳光了，哎，那么想着了。现在刚刚想着出去过了。出去过啊。啥地方去的？啥地方去嘛？伊是个烫头发。对关外头去烫头发去的。是的。啥地方烫的？不玫瑰。把玫瑰了啥地方？倒木楼。侬听得好不啦？我咋怕侬听？我又不是龙班，我听得出。哦。不对啊。搿对关最近刚刚烫过头发，哪能又要烫了？不是老板，最近还有一种新的设置，叫啥个？叫油条色。我对菜外头还油条色了。哎，是的。搿刚刚我看对关没烫。哦，没得烫了，伊会主来还搭我讲了呀。伊讲这个剃头店里向人太多嘞，那么人家叫伊签字啊、拍照啊，伊心里想烦嘛，就出来了。出来到外滩去做啥？到外滩去兜风。胃口介好，到外滩去兜风。哎，兜风散散心哦，一天到夜趟些这个辛苦啊。没。啊？搿兜风嘛兜风。刚刚我看到什么三轮冲浪这样提着手招了做啥个意思啊？老板，这个手招了招，伊围住来找你打招呼啊？不是打招呼啊！伊讲的这个搭三轮车老伯伯关照的这个走完了想帮打招呼，照红绿灯啊，红绿灯。我正好要走完了。哎，要走完嘛打招呼啊！哦。都叫我问侬。哎。单关啥辰光出去的？哦哟，金伯伯才啥辰光出去的？刚子具体的时间嘛，能算得出辰光的哇？这个让我来个活络关子。啥辰光出去是吧？啥辰光出去的？老板，啥辰光出去嘛？这个伊搭侬是前脚后脚摊板一脚。你说了活络你没辰光。啥辰光回来的？哦，啥辰光回来啊？啥辰光回来嘛？是搭侬老板前脚后脚摊板一脚。杜军啊！哎。我要叫单关下来对个。哎，不相信侬叫伊下来对。对了不对哪能办？对了不对，我寻牛吃伤哇。我们晓得搿部三代关的唱片啦，经过20多年的打磨和自精心的加工，现在呢，非常成熟，而且得到了肯定。我们晓得搿部唱片辣演出当中啊，好有得东得西，侪是非常饱满，而且得了许多奖。你还可以谈谈各方面的情况。当辰光辣83年开始搿部三代关起来，一直到88年。搿个当中往里一共有得1800多场。哦哟，不得了！排满啊！排满的哪样子？我记得有一趟是辣后转，后转只市场啦，辣旁空洞里叫城旁市场。
搿防空洞我来台浪向啦，我看下去根本看不出人头多少，只觉得搿个热得了是不得了。黑压压一片。那么后来在台旁边了摆置10几只位置，有2个绍兴人在坐辣我台旁边，侪等到了，不是听书就是上课呢，每天实讲，讲得来是不得了。后来该到下来呢，我们就做航船，因为河船到航船了，路线比较近。对。那搿个辰光你搿个路线近了，近些对。做航船，我现在这个牌子挂出去了。已经大概头浪6日天，票子全部卖光。那个平台你发达有这个票子上都卖脱的。咁么来听书了，一个礼拜下来，浙江省越剧有，浙江省西校，后期还有几个叫乌女八岁的导演、编辑，侪来听书，听个小单位书。杭州15日天，天天侪是爆满，整个2旁边侪立满，特别是我们唱到阿妹。小单位就跟我说了，10几枚、9几枚到灵堂浪向点喝。因为你搿个一部长片是讲小单位是因为伊是个越剧演员，所以呢我把那个越剧物事鹰派扩灵。我跑上来是试看了，观众接受了，有交关越剧观众啊，福建平台书上侪来听书来。所以我后来到这个浙江成渝小单位的乡下头我去唱，搿个一只剧场是也是一半辣防空洞，一半辣上头的。伊拉是新造的，不用这个空调。假使做绍兴戏呢，伊拉有冷风进来。那么通过杭州市介绍我去，我到搿里向去唱，对2家头小单位牌子挂出去了。第一天人不大有呀，第2天来的，顶顶奇怪，头浪2排侪是黑子。呀，哪能会？我一搭档在那一看，我嘴上10个前头，但是眼睛看不出。侬做好就说，那么我说好下来，这个黑子当中也有代表的了。到你搿搭来讲，伊讲你是完全听侬台上唱绍兴戏，听侬讲搿个小单位邪气好，阿拉希望侬不要唱3日天，也可以再唱下去吧。伊讲你此地了1牛平台的设施了，搿个设施我眼睛看不见了，比看电影还要好。侬里向有假设嘞，还有钢琴上搿事体，搿交关好了。但是阿拉只有3日天，主要是试看，所以我说到现在我才去想望，我到绍兴去试试。到这个米的里头也是米的。对个呀，绍兴我也去试个呀。张春梅个儿子来听书。哎呦，第2个儿子。你也晓得不晓得？肯定不晓得。你晓得个，牌子小单位，伊定位人家讲不你听，来了深都夜来听书。搿儿子大概有得50多岁、60岁了，一听书交关客气，交关有礼貌。伊讲哪个唱片讲得交关好。我也没看见过。我看到也蛮吓呀！我上次问儿子来，伊讲唱得交关好，希望拿得了此地绍兴还可以唱1个月。你大概唱出10天都不知哪周老师，生意真的风靡。对。风靡呢，就是搿个是第3转月。我记得了1988几年啊，有参加全国曲艺比赛，创作2等奖。江浙沪新长片。你得了1等奖，我表演艺术呢，结果上海市拨了我优秀奖，根本实在是大家还是鼓励我，所以得到了观众肯定，还得到了我们领导专家的肯定，搿个是主要谢谢观众，谢谢领导。对乖，这边来水儿，侬敢吃伐？哥哥，侬吃下去，说明侬是清白的；侬不吃。说明侬到姓氏个2家头是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。到这些辰光，反光我张春梅心狠水辣手烫，手机浪向一张茶杯拿起来，忙正墙头浪向啪夺上去，8门4塞。我张春梅叫那2家头像这张茶杯，从今往后。永远得了上海滩上消失，侬自家看，就会像张风盖一样，吃房间，房门大上，啪，翻手脱，也是身边带带，不能噔下来，吃头门扬长而去啊！来张春妹妹追着，小单贵只顾那个房间里向别心，心带好中地步嘛，隐显得在地上听得出苍兰的声音。单贵眼瞪追过来，把插根水，插打开来，现在是春天呀，那得是吹干气爽，
阳光灿烂，但是这个屋里向，只觉得阴森恐怖啊！对鬼，扑在那个茶台浪向，放声痛哭，哭得就层层围绕，层层直抖，哭着一些，对待起来，代替妈妈，天呀，天呀！刘老师了，欧巴这个越剧唱腔了，那个上片当中呢，欧巴的音如切金，恰到好处。我们听过一位书，就是这个张春梅的宁波去青山对会，对，多样辰光，哎，搿个唱欧巴都相当好。好，搿个呢，不是为唱而唱，哎，是个，因为搿个你的剧情啦，是主要讲的是越剧演员。搿唱戏的越剧女子啊，小对会，伊是哪能样子成名的？所以这个第一次张春梅到宁波去青小队会的辰光，我唱了一段越剧。对，这个叫应时唱，是像五月多呀。对，你讲起是像那个舞堂里向听了那个啊，是这样的事情。那么我唱个啥个调头？照道理小队会个调头蛮老的呀。小队会调头是啥个啥来啥个啊啥，四宫调。啥个啥来啥那个啥，18这个。根本我说搿个调头呢，来着点啊。把如头唱得叮叮红就吃下去，那么我就用7拍唱当中往里一头很不。听众相当欢迎，所以刘老师呢非得能够写，并且啊唱也唱得好，而且越剧呢也唱得非常动听。那么我来刘老师啊，你还要请观众朋友们来看后头你唱个哭灵，那哈。哦，哭灵嘛是17面当中的蓝衣。搿蓝衣呢，我是用个音派哭灵。音派。那么我也是当中个试口，不是观众也接受
哎，唱了之后观众倒还接受的，但是我唱得不是好，不是对我听过的，唱得来得好，非常有音旁味的。那么请观众朋友们来欣赏这段哭灵。叶家，上香吧。好哦，各位爷家，接过来三支香，点点香，忙着努力香一插，用最过来侬把布哈位得了掀开来。在困了让古人给让现在鬼一忙么背诵中来，妹妹，我的好妹妹，姐姐来日的了，妹妹，哎呀，我虽无官方两泪在官上承担心一塞，想不到问归离人离死去，我们是再要相会难上难，相从前与你苦伴江西哟，我们俩好是一对亲姊妹，蘑菇开店生命中，小丹桂红披了上海滩，我叫妹妹混丹桂，我是千户繁花，你看不开。再见你看俺不必心有恩，为什么怨恨生死里世上归？再见你一眼闭来一眼开，莫不是你南沙当然老爷们，你一眼闭来一眼开，你莫不是南沙我们中亲呀妹，哪一个将你来比试？这都是凡偶见掉3块5岁的杂菜饭。观众朋友们，今朝呢，我就非常高兴，通过我们平台天天节目啊，使大家欣赏到了2位老师经过20年精心打磨的小单轨的精彩的唱段。而且啊，还晓得知这个20多年当中，来到创作表演小单轨这部唱片当中许多奇闻异事。听众朋友们，今朝你都看出眼花了，我听到你刘明老师一段乐曲了。是呀，所以2位老师非常感谢呢，到我们平台天天来做客。我们也衷心祝愿2位老师青春常在，要再创佳绩。谢谢。范老师啊，30年代的3大方档啊，你已经讲了2档了。这样知道，
生产党。今朝介绍哪位党家今？朝我们介绍第三档，哦，第三档。主日档，哦，主要祥，邵家村。这个两位呢，当时辰光称到时代挂帅，哎，啥体要叫挂帅呢？搿有道理吧？因为我们平台了，尤其了上个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了，平台所有的唱片了，基本上在历史题材。哦，为搿个两位老先生写了一部比较新奇的，有当时辰光现代气息的新书。再加上里头个林语一公的表演风格，就称为时代挂帅。哦，这个道理。哎，你刚才讲里头说了一部新书，叫啥个名字讲？搿部书呢，放到现在看来还很普及，大家侪比较熟悉的。啥个书啊？啥个书啊？哎，地下音乐。哦，就是地下音乐。因为呢，上个世纪20年代末，主要两位老先生呢，辣上海一家书场叫龙春国，演出思想有玉堂春、满江红、定邦安国曲，但是呢业务很平常。生意不好。哎，但是呢，一个书场的老板啊，叫李耀良，到这个监督时光的人。那。一周年头了，主要两位先生台浪向说学台唱，样样侪好，但是随后不把一部发挥得到艺术特长的书。哦，如果有这样一部书了，肯定更受观众们的欢迎。而且在正好那个辰光呢，北京的作家张文书写了一部长篇。地下音乐，对个，讲个内容来晓得个。我晓得。就是讲北京一个唱大鼓的姑娘沈梦溪，沈梦溪开阔一生的梦境。那么，那我们上海新闻社帮浪向连载，每年天连载下去的，还有我们江南地区的读者了，引起了轰动。哦，社会反应好个。哎，搿李耀良个老板一周年头嘛，搿部小说好。如果侬地下音乐搿部小说，改编成个平台脚本，请主要像邵家川两位老先生台上演出了，肯定马上听众们会欢迎的。哦，那么哪改编呢？叫啥人改呢？所以原来呢有李出面，请当时辰光我们平台讲，首上出思想几位老先生，人称时代才子的叫朱来安，请你来改编。哦，叫你改，那么也是朱先生夯不啷当全部改好，再有里头排练了表演。对，搿是辰光太长载，是朱来安老先生今朝下一位，明朝日里向主要像邵家村台浪向说一位。哦，这样快啊！用你的闲话叫言出言通，搿是难怪，不容易个。嚯，演出的情况好，哦，反应好个，好得了不得了，就出乎意料之外，听众们热烈欢迎。搿是改编成功的。对个，但是料想不到个事体发生。哪啦？但是写到一半啊，朱来安老先生生毛病笑不动。哎呀，哦，但是听众们呢，听到了耳朵扎来的。哎，日日一顿个，听讲出来，咁哪弄法呢？咁哪办？要停，你都留下去好了，咁本子没人笑咯。咁哪弄法呢？主要两位老先生就自家动手写。哦，自家写。自编自演。啊，来个叫。反应一般。哦。哎，为啥呢？为啥呢？因为搿两位先生了，台浪向说学台唱好。但是编写脚本了不擅长。动手能力差点。哪办法呢？原来还是搿个书场老板李耀良李出面，李当听着了。同济大学有位教授，叫陆台安。哦。苏军人。欢喜平台，热爱平台。那么请搿位陆教授再继续改编写下去。哦，继续写下去。陆教授一口答应。答应个。哎，所以书个脚本的质量重新得到了提高，也受到了听众们欢迎。哦。哎，从当时辰光两位了，辣上海20几家电台浪向，不断的演出地下音乐。听众们，侬一边当时辰光已经出版，搿个台词个脚本呢，一面听收音机播大体，一面呢对脚本，哎呀，叫回味无穷，百听不厌。好，还是就因为这样么，称你多为挂帅，对吧？搿是其一。那还有个原因呢，因为里头两个人啊，新颖领域一个表演风格。哦，你讲到具体点呢？讲到具体点。那因为你晓得，我们平台当中的起角色呢，侪是穿着京剧、昆剧、三代人物去搿种表演方法。对个，对个。但地下音乐是一部讲现代人生活的了，是一部新书。哎哇！你用传统的三代人物去搿个形式了，太不上。搿么哪弄法呢？
两位老先生想出来。就是或者啥呢？下级个前身叫文明戏。文明戏我晓得过。就根据文明戏的演出的方法，来表现里头书里向的内容。来个讲。尤其在语言方面，很有特色。哪弄呢？诗当中提出主角范家氏用中州音，其他角色全部用各地的方言。因为范家氏是杭州人，那么杭州人讲闲话呢，叫南方人打鼓。是的。他们手通诗当中中州音呢，有几分相近。像个。那比方说俺讲，搿桩事体哪讲？杭州人话，这件事情怎么讲的啦？我当你讲，我与你讲了。这个当我们中州人还是蛮近的。对个。那么其他角色呢？就用搿个角色是我的啥地方人？就用习惯的来讲你方言。讲方言。来比方讲，刘德是刘将军，山东人。讲山东话。对个。对了。永宁黄马。跟常州人一样。讲漳州说话。对个。吕福南永人。本地人，浦东人话。浦东人。我们讲浦东闲话。本地闲话。那么像沈梦溪啊，为沈梦溪娘，沈三姨啊，北京人根本就讲北京闲话。对了。有一位诗很有代表性。啥个诗啊？车站送别。车站送别我听过的。就讲火车站浪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啦。他搿个闲话真难嘛。来南方人、北方人、上海人、四川人、南京人、安徽人、广东人跟广西人。可有难嘛得不得了呀！那么再加上我们上海个大城市啊，是来自全国各地欧方社区那个移民人士。所以观众们、听众们呢，平常生活当中各地方言的耳朵各里听到搿个。那么到演艺台浪向一表演各地方言，亲切的呀，这很受听众们的欢迎了。一定的。搿是其一。还有一个原因，你到两个人了，就说唱并颂。表演但是说唱，侪是一样好的。一样好。来讲，主要讲先生，上音高得上，低多。那么一个唱腔呢，就最活跃，明快，所以形成了独特的演唱风格。对的。被我们的听众们称之为只要两调。对个。搿还有啥？还有一个的点，因为我们说唱片门在唱开片的，只要两位老先生呢，平常欢喜看京剧的。我京剧当中这支戏。改编成我平台的单唱改编，自家改编。比方讲《霸王别姬》，小武学校在无心，为团军别业，改编成我平台开编，那书台上向演唱，受到听众们的欢迎。大家觉得耳目一新。那该打，我们来听一节。好乖。两位老先生根据京剧《小武学校在无心》改编开篇，来听啊。回马军呀像你言人，给栋梁北极阳。那哈，的确是有京剧的味道，别出心裁个。你当时光你多个动作，你多个语气，在侬京剧里向只要用过来，非常另有一功啊！搿咱看起来呀，只要像老先生从艺经历。一定是与众不同的。这个当然了。只要像先生的父亲啊，是一个比郭才戏法会唱手推的老艺人。所以呢，16岁辰光把曲红祥为师。那么到19岁呢，再把邵小金为师。说大红包，他是苗金武两部书的。所以呢，了当时辰光说书的空余辰光呢，只要像先生会比郭才戏法了。会唱手推的这个，但是这个对你越来越帮助了。因为接触了很多的不同的曲艺艺术风格。对个。所以对适合技巧音乐这样一部书呢，有很大的促进，它是帮助。对个。那么范老师啊，石家川老先生呢，你哪个？石家川啊。石家川的父亲呢，是当时辰光苏州的一个名医。是个医生。是个医生，而且很有名望一个医生。但是呢，石家川呢。不欢喜学医的，欢喜识书的。所以呢，你把了当初私定是之一，只要定为师。或者上曲风格。石家川的性格呢随和，上有你敌人。手上起女角色。比方说呢，几些音乐当中有3个姑娘。沈梦溪的。天真烂漫。对个。还有一个关水哥。叶国传人。再有一个狐狸囊，我们弄肚子。
三个姑娘年龄相仿，性格不同，都是石家村气朗朗讲，各不相同，栩栩如生。搿不容易。搿个是一个本事。还有一个，就石家村个琵琶个代最领域工的。琵琶，你不这样听见过？我听过过。只有你弹只有两条腿了，当个啷当到那里那咔嚓咔嚓一个声音。我们哪学不会个呢？那是啥个道理呢？不懂呀。那倒不一定要学会，但是我可以讲不来听。因为弹琵琶你晓得，如果是弹琵琶独奏演员了，你都是弹高指甲。对个。对个。那么我们平台演员弹琵琶，你要真指甲，用自家的指甲呀。实际上对我们唱的声音比较糊的。但是你弹出为啥咔嚓咔嚓？我不懂因为你个节卡子呢，比我们一般的节卡子要硬。哦，节卡关系啊。套话叫四节卡。那么节卡子比别人硬，所以弹到弦线上向辰光呢，用节卡子头头那个肉了，打那个弦线的。对个。咔嚓咔嚓，这个我们叫啥？叫肉音。哦，这样的理。那还有呢，有一个特长，字笔是字以不少开篇。哦，是这样。符合当时辰光社会现实的。那电台上向演唱，也得到听众们热烈欢迎的。哦。有一种开篇作品呢，现在名字我听见过的。你说说看呢？有一只上海小奶奶。哦，是李湘的。李湘。哦。李唱的。那么还有呢，主人家。主人难。等等等等，听众非常之欢迎。重演出我觉着，只要搿对上档，是我们平台界历史上向不可多得一对好上档。是个呀。跟魏老师啊，今朝还有机会哇？我唱两句知了先生的唱腔给你听听呢。你要我唱只要两条腿不能听。喂，搿是你考试看到在。那昨天嘛，我别个条腿在黑隆隆，搿个条腿实在唱不来。你意思唱两句给你听听呀。搿么意思啊。意思。唱得不好笑。不行。不好送春阳山啊。不会改。大概呢意思啊。意思。凭我印象啊。自然想当啊，你是雨，你都是得挂在个心间，失血对唱个新风事。这不过好啊！这么例子，我觉着这个一点上当，我不可防范的。是个呀，魏老师啊，今朝也晓得一位上当的故事的。那下一期准备介绍哪一位呢？下一期啊，我们来介绍《饮血奇才》。许继祥，好。好乖。